我哋喺四川住咗咁耐，不如去下旅行啦。耶，好！你哋係邊個啊？你哋好，我哋係持有業項千禧小學3年級學生，不如你跟我哋去香港玩啦。好啊！呢度係香港海洋公園，我帶你哋去睇人氣最旺嘅熊貓館，大熊貓龍鳳胎家姐同細佬。得，我哋專登由四川嚟探你㗎。呢度係大嶼山天壇大佛，係全球最高嘅戶外青銅坐佛，係香港嘅旅遊勝地。呢度咁多人嘅？呢度係深水埗鴨寮街，係全港最著名嘅露天電子產品市集，係尋寶愛好者必到嘅地方。咁我都要買翻啲電子產品俾我啲兄弟先。你哋行快啲啦，我仲有好多地方要介紹俾你哋㗎。哇，香港真係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啊！